热天就要来到，合适的天气，如果容易流汗，加上浮躁困扰，求诊的人嘛来增加。根据疾病医学中心对去年1月到今年3月的统计，因为腋下臭味困扰，求诊的民众都有65位，其中女性大约占了一半以上。虽然浮躁是未恶化的疾病，伫个治疗上除了有药物、肉毒杆菌加传统的手术刮除。现在嘛有第2代非侵入性的微波热能的治疗，提供手术以外的新选择。多汗，它的汗排出来的量大概超过我们正常的5倍以上，或者是腋下了哈。那它这个多汗的话，就是正常生活状态下，它会觉得困扰啊。那它我们分为4个等级了哈。那最就是经常觉得很困扰，我们就是最严重那一级啊。那像我们一般人可能没有什么困扰，也不会影响到生活啊，那就是1这样子，那就以严重度来区分。主要是用微波的能量来破坏我们的汗腺，那它是一个非侵入性的一个治疗方式，可以同时治疗多汗，而且可以治疗它的狐臭的问题。那它是一个安全的，那过去的效果大概可以达到80%多，那满意度可以达到90%以上。那我们以往也有手术复发者再来做这样的一个治疗，那一样可以达到跟一般人同样的效果，都可以达到80%以上的治疗效果，其90%以上的满意度。疾病医学中心皮肤科主任赖丰杰表示，这种非侵入性的微波热能治疗，腋下多汗加浮躁，唔免开刀，就用个深度来破坏汗腺。一天的疗程大约需要1点钟，治疗的过程也是需要来注麻射，以及使用个人的探头耗材等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